是我决心，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将
123，123，123，OK，我的监听可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比出来祝讲耶稣有过我，使咱有平安，使你有平安耶稣过我，使你平安。因为耶稣有过我，咱才有平安在，咱才有毋茫。咱用这首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窗户会当甲开开啦因为我会面对面站，因为我无惊讶，我确实在伊将冠冕在，我命中无人望，因为过我，因为我。因为我会面对面站，因为我无惊讶，我确实在伊将冠冕在，我命中无人望，因为过我确实在，我确实在伊将冠冕在，我命中无人望，因为过我。咱要献上感谢，也承认咱的软弱甲亏欠，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看我的罪人，是罪要救我，发出这个至高死的体啊！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安尼，我本身用心智顺服上帝的法，用肉体顺服罪的法。救阮的上帝啊，求你予阮倒转，煞你阮的受气。咱要做伙来感谢这边的疫情到目前为止，咱台湾还阁有受到上帝保守看顾人民资源的充足，愿主来说求主来帮衬，互阮会通伫咱的生活中间若有亏欠的，求主来赦免咱亏欠来祈祷，咱一声做伙来感谢。感谢你，阮的上帝，耶稣你搁阮早起，阮做来学落来敬拜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帮助，你是阮的供应，到还阁有出的主，帮助阮，互阮会当三合主即是你的恩典来彰显充满。阮做伙同心祈祷的时，你就听阮的祈祷，帮助阮。我会通伫你的问题内底继续来面对平安日。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够额，因为你有过我会通面对平安在，面对着阮生命结束的迄时刻。主啊，虽然瘟疫流行，总是主啊，你有应我，所以阮会通无惊吓。当然有当时阮软弱的时阵，求你来帮助阮，来赦免阮得罪你、亏欠你的。愿主来祝福，继续引带阮继续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请坐。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最近咱有看见这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伫讲解讲，恁台湾拢甲
侮辱啦，啊，甲攻击啦，所以咱特别要为着咱的国家，伫全世界顶面会通成做祝福的管道。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咱要做伙为着咱的执政掌权的咱的喙暗的数量，咱即马有第4波啊嘛2礼拜当几片？你较济片9片啦，9片过来可能有14片啊咧感谢主，因为全世界拢咧欠过的时阵总是咱有超前部署所以你看迄个正确的决策会互咱免惊吓所以楼骹牧师嘛有特别服务这口罩消毒这免钱不就是讲咱真正爱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为着咱的国家，特别最近在受攻击中国嘛咧伫遮咧蠢蠢欲动安尼求主来保护看顾互咱会通百姓同心来抵抗这个疫情。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祝福，咱也成做世界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主啊，阿你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台湾伫这边的疫情中间无扩大的灾情，总是阮犹原继续透过这个部署会通准备，阮会通离开着这个瘟疫的攻击。主啊，帮助阮的执政长官、总统、行政院长，阮的卫生部长。原主在推动这个政策的时阵，真正互阮这准备，拢会通面对着这疫情来教育。原主来说，主阮奉你的名来捆绑伫台湾空中这一切黑暗的关系，离开这黑暗流行的瘟疫，离开阮的百姓。主，阮感谢你，因为阮的执政长官的做决策的。有智慧咧做正确决策时，阮才会通安居乐业。虽然疫情的流行，总是助力人民看顾，互台湾会通伫资源的顶面，到目前为止会通教育，也会通祝福其他遐的疫情严重的国家。主啊，透过这边这疫情凡事豆豆来，叫听上帝你得到利益，主啊，也互台湾伫国际上受注目看见，愿主你也透过台湾所有的这个决策，会通成做全世界的祝福。愿主来说阮这边掌权的，继续有正确、有好的政策来推动基督教所性命。阿门。咱为着咱的心灵的需要，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这个对脑筋、瘟疫、高达、朽烂、草莓。天堂也是因遐的对敌，因遐的城会对围困，无论有啥物灾祸、啥物破病，亦是一人，亦是你的百姓以色列的众人，在家己心内的灾的忧闷，向这间殿举起手，无论怎样恳求，怎样祈祷。愿你对天地你所徛起的所在来听伊，来赦免伊。你在因的心，照因逐人的行罪来款待因。你在哪点？咱为着咱的心灵，特别伫咱的心灵方面还有婚姻、感情、产业，另外。这波疫情影响全球，伫产业、工作拢受影响。咱的课业即马过来5月有这个学测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夫妻中间的关系咱恳求上帝说，如果咱中间有需要服侍的咱会通伫遮起立，咱有同工会为着你伫遮祈祷。
你也通下手，伫你所需要病痛的所在，求主医治的权能充满。咱开声来祈祷，你若需要，你就通徛起吼。哈利路亚，奉你的名来到天父神的宝座前，你是我的主，你是耶和华啦，你是我的上帝。主啊，保守看顾我的免疫系统、呼吸的系统、消化系统，特别这位瘟疫在攻击我的肺部、呼吸系统。愿主你来保护看顾，台湾三角动灾。主啊，你保来清气，互阮会通伫主你保守看顾，让人出去平安。主你创造阮的身躯，互阮有活命。你分一口活命开，阮诚做有灵的活人。你知影阮的身躯每一个所在，每一个细胞，奉你的名求主你会保护来清气。特别疾病的疫情、瘟疫伫攻击人的肺部、这呼吸系统，主你伸出你的圣手来保护看顾阮的呼吸的系统，无受到这病菌的侵害。愿主你来说，也互阮所有的这无论是心血管，也是这免疫力，拢恳求主你来保护看顾。互阮会通闪避伫即边这流行的瘟疫，互阮拢有平安出入，也有主你的看顾，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咱最后要为着主日来祈祷来守望，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为了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叫的日，你就应我，鼓舞我，互我的心有气力。咱要为着牧者团队为着咱个人的灵命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咱嘛为着兄弟姊妹伫这主耶稣搁活的日子通伫遮来伫伊的内底得到气力。咱也为着过来做这训练吼。属灵家长的训练，求主继续帮助咱会通知影安怎去传福音。为着成人牧区，咱的小组的组织，咱会通保持好的这个防疫这个计划，愿主来祝福，互咱伫这个计划中间，拢有主的保守看顾，互这个病菌离开伫咱的兄弟姊妹。咱作为起立，咱伫遮来祈祷，来守望，来祝福。教会也通成做这城市的祝福的管道，咱开声来祈祷。主比他人巴比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国我的主。通过你伫世界顶的救赎，你嘅互阮伫每一日拢有当时我的望伫我的每一日，像是守护你伫顶悬的权柄，你主你求互阮伫阮家己花口中间来守望祈祷的时阵，主你就要圣神来感动阮，互阮有一个真理的脚步伫你的心内，有种会当拍开阮心内。这是主耶稣成做阮的救赎，阮稳定的时阵，互阮是天父，互阮的天父继续来。听阮是阮祝福，听人祈祷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讲主耶稣，你讲两三人奉你的名三甲组织，你就伫阮的中间。两三人同心奉你的名三甲宣告祈祷，你就要应允。愿主你来祝福，互阮众人伫遮同心的祈祷，得到你的祝福，甲你听阮的祈祷来应允落来。互阮的祈祷欠缺，拢得到主你的供应、教养，搁有春，也互阮会通用信心继续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阮也要同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狱去，救阮脱离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避难的所在。伫这个城的主日，你就要互阮
得到你对顶面来的气力。因为主讲，你要亲近你，你就要来亲近我，因为主是我幸福的源头。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因为祝福你。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我要祝福你。不艰苦辛苦伊，伊要使你平安。只要你我可以，伊的快乐无限。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伊要祝福你。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伊要祝福你。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伊要祝福你。不艰苦辛苦伊要使你平安。只要你我可以，伊的快乐无限。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伊要祝福你。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伊要祝福你。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伊要祝福你。不艰苦辛苦伊要使你平安。只要你我可以，伊的快乐无限。你的心应该敬畏我做上帝，伊要祝福你。请坐。这个时期是春天的时期，万物拢重新来生长。但是咱唔通袂记，主要的角色是咱的主耶稣。通过伊的过活的时阵，咱才有过活的生活。就这样帮助阮，互咱每一日拢会当过着继续过活的人生。春天的花香味，予我感受。上帝大恩惠，空中的飞鸟是快乐搁自在，予人欢喜天父大慈爱。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做牺牲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春天的花香味。我感受上帝大恩惠，空中的飞鸟是快乐搁自在，予人欢喜天父大慈爱。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做牺牲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春天的花香味，予我感受。上帝大恩惠，空中的飞鸟是快乐搁自在，予人欢喜天父大慈爱。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做。牺牲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
是我主我上帝。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烟这呢大，若是这话停煞。想要赶紧来靠岸，要往倒位行？早将听着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听我听你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彼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一生永远的靠岸。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烟这呢大，要是这话停煞，想要赶紧来靠岸，要往倒位行？早将听着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敢放我这孤单。彼路人生，耶稣来作伴，永是永远的靠岸。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敢放我这孤单。彼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主，阮奉你的名三角组织俄勒敬拜。主，你的话讲，阮世上有苦难，总是伫你有平安。伫这个时代，伫这个时阵，阮深深体会主你所讲的，也帮助阮用信心来相信主你的话讲，伫你有永远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间人无法度予阮的。这个平安是能赢过死神，赢过任何的关系。愿主所愿，予阮伫主你搁我的庆典中间，阮的心犹原坚固，相信主你搁我所带来可以来帮助阮面对这个人生的困境，会当赢过这个困境。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叫性命。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106首，我当实在免阁伤悲，请起立来吟全首。我当实在免阁伤悲，当我语，当我语，因为我主对是个起，
成无用道理，真欢喜，真欢喜，天地烦恼总到伊，主就祝福做阮上帝，末日就来亲像安尼，真欢喜，真欢喜，打着感情搁活道理，辛苦伊，辛苦伊，我渴求主应我无事，辛苦伊，辛苦伊，困求诚心走我过伊，好使伊白过做无力，是我就地点做心意，应可伊，应可伊。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阮的主，你是阮的保护者，你看顾阮，你保守阮。伫早时，你也就为着要救赎阮，想诉你的独生圣囝耶稣来到世间，为阮被钉在十字架顶来死，要来完成你对阮的救赎。因为耶稣的死甲过活，伊予阮成做一个会使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今仔日是主耶稣你过活的日子，若毋是你的救恩，阮断断明徛伫遮来敬拜阿罗你。是你的过活，予阮得到新的生命甲新的愿望。阿罗的声要对阮的喙、阮的声来出，赞美的声的话、感谢的话，阮要大声来讲。阮要学罗你的信息、公平甲公义，阮要称赞你的保守、看顾甲引带，阮也要感谢你的供应、平安甲健康，感谢你无煞，学罗你无停，感谢主，学罗阮的主，主阮的上帝，阮要来向你认阮的罪，因为阮人自高自大，无掠上帝你最要紧，阮时常靠家己。总认为一切拢是阮家己熬，阮轻看你的创造甲你的美水，阮忽略爱甲你建立合一国水的关系，直到阮会拄着患难、困苦甲危险。主啊，阮求主你原谅一切阮所冒犯你、得罪你、忽略你所犯的这一切罪。圣灵帮助阮、提醒阮，叫阮、互阮。就每工透过读经甲祈祷，谦卑阮到你的面前，来建立和宜甲水美好的关系。因为你讲，既若面烂行好，求阳光尊贵，甲袂坏败坏的，将永远报伊。阮的主上帝，当阮徛伫你的面前，向你来求，求主看顾你所创造的台湾，互伫你。执政掌权者用爱心甲公义来管理台湾这个岛屿，引带祝福，互你的教会、迦南教会，互教会牧长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起造管理教会，互教会成做社会的典范，甲社区的帮站。成就迦南教会是一间听主听人的教会，伫桃园这个地区。也保守教会内面，阮下只成人牧区，阮所有的区长甲小组长有疼心熬管顾每一位小组员甲伊的家庭。阮下晡有属灵家长的训练，阮也求主祝福，互参与伫这内面的人，每一个人拢得到好处。今仔日，阮为头到尾，阮所有的人的服侍甲敬拜，愿阮拢会使成做芳芳的祭，献互你。得到你的欢喜甲接纳，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求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54篇。
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内的。心灵散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足。熬怜悯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来，请献歌队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有4首，第1首《君王今日要来临》，第2首《大风甲大海的主宰》，第3首《自执伫楼顶》，第4首《来看圣羊羔》。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6章第9节到20节。马可福音第16章第9节到20节。白话字圣经第44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第16章第9节，7日的头日清早，耶稣已經過活，大聲出現伫抹達列的瑪利亞，就是耶穌前捌對伊趕出7個鬼個。平時甲耶穌同地的人，這時在油門提口，瑪利亞去甲因講，因聽見伊話，閣互瑪利亞看見，既然毋信。第12節。以後，因中間兩人去山場，佇行的時，耶穌出現，互因看見。伊的樣貌甲平常無共，因去甲其餘的講，總是因遐個人也毋信。14節，後來11個學生坐佇遮的時，耶穌出現，互因看見，證明因的毋信甲硬心。因為有人看見伊已經過活，因也無信遐個人的話。耶穌閣甲因講：恁去普天下傳福音，互萬百姓。16節，信來受洗禮的要得到救，毋信的要受定罪。信的人有遮個新約地因，就是托上我的名趕鬼，講神的腔口掠蛇。也是啉着啥物毒，也攏無傷害。佮用手看得破病的人，因就好。19節，主耶穌甲因講煞，就得到接納上天，坐佇上帝的大屏。學生出去，逐所在宣傳，主甲因做工，用對因的新約證明這個道理。阿們。講道要請本堂游牧師來講道，題目是真的假，真的假。請咱同心來祈禱。主佇2000多年前，你佇各國他受難，總是你佇第3天對死人中過活，上天打坐全了被上帝大屏，你也要過來審判活人甲死人。當阮聽見這個真理，阮的心是毋是相信，也是有懷疑。求主你幫咱透過你家己的話語，你家己的真理，互阮會通明白你的真理，會通叫阮得到自由，也開阮的心竅，會通照安尼去行，真做福氣的人。同心祈禱，靠耶穌基督聖名，阿們。兄弟大家平安。全球的疫情一直在增加，總是咱感謝上帝，互咱台灣的疫情這幾天，因為咱在擔心講清明連假了後看今仔日看最近拄仔我看新聞講這專業的人員講感謝主，這波有收掉安尼吼，所以咱凡事愛感謝，總是佇4月初8時陣，咱知影講武漢來解除迄個封城的禁令，所以有真濟人開始就趕緊來走吼。因講即個病例降到差不多448個，愈來愈少吼。真誒也假？我無講，恁家講啦吼。最近這個巴基斯坦伊個媒體佇遐來報道，講幾日前有報道這個消息，講中國的維吾爾族的自治政府因佇遐要代表中國來贈送予巴基斯坦有一批的這個防疫的物資，包括20萬片的這個普通的口罩，有2000片的這個 N95 口罩還有防護衣啦，還有啥結果送去啊，大家足歡喜，摕到的時陣這個 N95 看講啥香皂啦，這喙暗變香皂安尼吼，所以這個
媒体足生气的，讲伊甲阮欺骗啊吼，阮若当作是真的，结果是假的安尼吼。所以伫遮有当时看到的无拄拄是真的吼，有当时真的假吼，你有用时间伫遐来去证明吼对伫高活节，伫2000多年前过去所发生的，对咱来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耶稣已经告我，你有相信啊无？我伫问道理的进前有这个面谈面谈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啦，讲某美人啊，你有相信耶稣有告我无？有的人讲我有相信，有的人讲想看看，有的人啥？我无介相信，我讲你无介相信，你是要安怎说的？然后我就对圣经内底伫遮一寡遮证据甲大家分享。最后我阁问伊一句讲：安尼你有相信无？有啦。有当时咱会伫即个信仰的中间来迷失，亲像拄咱看的经文，也是讲你倒转去看圣经无论是路加、马太等等遮也是约翰，拢咧讲起耶稣叫我。也互几个人看见，然后咧，因赶紧去甲人讲，总是今仔日个经文讲，有人毋相信，真诶假哦？有当时咱听到一寡遮个消息，检测超过咱所想的，咱的理解，咱会问一句话讲，真诶假哦？今仔若讲明仔载喙暗会通一个人拢会通买14片。拄甚至也讲对无14片真诶也假安尼所以就爱去求证嘛就爱去求证。所以伫遮咱讲透过今仔日透过拄的诗歌，侪人用作曲作词伫遮来讲起耶稣的歌话嘛今仔日若要透过原典，就是咱圣经内底伫遮会明白讲耶稣的歌话到底是真诶假？对你我。对逐个世代有啥物款的影响啊无？第二，咱要来看讲，人捌人互耶稣的救赎，人免怎去回应？耶稣有做即个伫十字架顶的救赎，咱对即个看法是安怎？你会用啥物款的行动来回应对耶稣的告我即件代志，其实有无共款的讲法看法伫官方也是讲遮个宗教的领袖。这时头甲遮个法利赛人你也看因超前部署，你知无？超前去准备你若去看马太27章马太27章，也是讲伫圣经内底伫有关伫说明即段故事的时阵，即个事件的时阵，因会想到讲耶稣讲啥？我这拆毁的圣殿3日要搁安怎？要搁起来因就赶紧这时头，甲遮个人去找比列刀阮听讲即个人诱惑人会讲安尼无代因你派一寡兵互阮，阮来甲顾好，免你讲安怎？哇，有人伫遐来讲耶稣告我。因为学生甲尸体甲偷去，甲来讲耶稣告我，所以呢超前部署，你知要讲白菜嘛，爱准备好势爱串通好势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当即个妇人玛利亚伊去报学生知影讲耶稣告我，因为伊对天使伫遮拄着，后来伊嘛家己拄着耶稣告我所以你也看讲。耶稣互伊伫伊的生命中间来经历，伫伊的身上有7个鬼赶走嘛所以耶稣互即个见证人会通伫遐来报即个好消息。看讲这学生会通伫遮来相信未？结果咧结果嘛有人讲无相信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段圣经马太福音28章的12到15节，伫遮安怎？因着参详甲即个兵讲讲啥？恁著爱讲，当恁咧困的时阵，这学生将尸体甲偷去，恁安尼讲，钱佫互伊，你看，
要讲白菜爱搁付代价安尼吼，所以替互因所以因伫遮就离开，就开始传啥物假消息对无？这即马足流行的嘛最近咱看见这假消息对咱台湾嘛有真侪攻击。谭德赛讲啥？过去3个月拢嘛恁台湾甲我攻击，佮骂阮是啥？乌人、乌鬼，人咧是咧骂陈建州的嘛，对吧？可能嘛有人讲，哇，恁台湾个代表有人代表安怎来谭德赛会室咧？结果国安局查证了是哪？调查局干？迄嘛是人假安尼所以到底真诶啊假有当时咱会看甲雾煞煞，总是变伫遐来纠正有即个消息。这时头甲这个长老这宗教领袖嘛讲白贼的，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为着要互因的白贼会通达成，所以因就是部署伫遮有甲官方的连结，有甲遮士兵兵丁伫遮讨好势讲讨好走安尼，讲好好势若无会逼空安尼所以伫遮咱看讲，如果若耶稣无真正过我，这学生敢会讲拼死命为着福音来顺道嘛？彼得雅各先安怎殉道嘛？先为着福音伫遮互人杀死。彼得过来咱后壁会看见遮个故事，遮个事件伊安怎伫遐出家牢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有官方的有宗教领袖伫遮讲遮个讲法，你看遐影响犹太人。拄爱经文讲啥？到今仔日还阁有即款的流传伫民间的中间的讲，迄就是学生将耶稣的尸体偷去，所以伊无过活啦，你毋免相信啦总是咱来看另外一个，就是讲7日头1日，咱看天不光的时，耶稣来显现，互抹大粒的玛利亚伫遮来看见伊，伫遮互伊看到国外耶稣你赶紧去甲人讲。咱有看见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伫这马可福音的16章的12节，拄咱师会有读这段圣经内底，咱看讲当有到伫这个以马五的这个路上以马忤斯，这以马五的路的中间有2个开始咧谈论了，耶稣加入伫伊的中间，恁咧讲啥你敢毋知影最近耶路撒冷发生啥物代志吗？你敢毋知？就开始讲啦，耶稣安怎王顶是个大家安尼赶紧走安尼耶稣伫遮甲因行，甲因谈论，然后到天要暗，就甲招耶稣无啦，做伙来啦，做伙来住来啉食。所以伫暗顿的中间，佫继续开讲，耶稣甲因分享。了伫迄个八饼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发生啥物代志？目睭金迄个耶稣耶稣怎无去了因2个就赶紧倒转去到耶路撒冷，去甲遐其他学生讲：阮拄着耶稣嘛？抹大粒的玛利亚讲了无够，毋信。即2个斗咧斗嘛讲毋信。结果因伫遐哀伤的时阵，咱看耶稣出来，让因看。超自然的方式，正义到因中间讲愿恁，哇！大家都真正呢，总是其中有一个人无伫的，啥物人？多马啦，多马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多马无伫现场，伊转来，人家讲，阮有看到耶稣伊讲哇，真正啦，真正啊！伊心讲真正假，我无要相信。除非我亲目看到，除非我亲手摸到。伊的这个空嘴，我当要相信结果过几工，过8工，过8工，咱有看见啥物？耶稣搁一遍显现多马在场后来看到伊怎安怎求主赦免耶稣讲一句迄个无看见搁相信的人是较有福气，甲你的边仔讲你是有福气的人。
你有看见耶稣过我无？无嘛，哦，但是咱相信无？咱相信哦。所以耶稣讲，迄个无看见就相信的，佫较有福气。伫讲你我啦，因为咱透过圣经、透过讲道、透过你家己伫迄中间来敲出真理，互咱知影讲，透过这见证人，包括即两个人中间一个人叫做革流巴。哦，咱有知有玛利亚，即末代的玛利亚，有即个使徒。哥林多前书15章遐嘛讲，至少有上天的时阵有500外个兄弟看见耶稣过我上天，所以有透过这个人的见证，互咱知影讲，虽然有风声讲啥，耶稣的身体互人淘汰去，真的假？耶稣有过我末代的玛利亚、彼得，有这个门徒看见耶稣过我。总是多嘛讲真诶假？有当时咱倒转到伫2000多年前，咱想讲，这对我有啥物款诶关系？迄是2000多年前诶代志，甲我有啥物关系？真诶假？敢有影响？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透过安尼一个稳定诶记号，即个记号伫一般人看是啥物？是痛苦见效诶记号。所以这时头。对十字架顶的耶稣讲啥？你若是上帝的囝吼，无你即马落来下来，加在耶稣无落来。耶稣要做的佫较困难是啥？对望出来，毋当有较困有较厚对无？所以亲像列撒罗，遐证人。伫列撒罗破病时，拢期待耶稣来嘛。耶稣来，你紧来伊伫病床底要死啊！你紧来甲救啦。总是耶稣无啦。耶稣等伊死也来耶稣要做的啥？亲像伊后来要做，对坟墓伫遮安怎出来？耶稣要做的是超过人所想到的所以对人来看去讲，你这十字架是见效痛苦，迄个记号的，对无？痛苦、足艰苦的，安尼定落，互伊慢慢流血见效，迄就是做大歹代志，但钉伫迄个十字架顶，连边仔迄个大强盗，伊都无迄个见效感啊。所以佫甲对啊，你救家己啊，你若会通救你家己，我哪相信啊，对毋对？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为耶稣忍掉的，伊完成这任务了后，咱看，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但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伊。这稳定的记号，伫一般人无相信的人是讲啥？见效。我捌分享过，讲我若看到有人咧带十字架，我就会主动甲问。特别有真侪这个姊妹我也问你是基督徒吗？你是基督徒吗？有真侪回应是讲我毋是啊，毋是你哪会挂十字架？都好看，佫钻石的对吧？佫选少的，哇！这一支我也袂少钱我讲若是。见效是神具刑罚的记号，你要挂无？我无爱。有当时无了解，哎哟，足水啊，甲挂咧像咱咧挂伫行政，也是讲这个别礼拜时，咱拢会挂这十字架有的人毋知影迄个啥物意思啊。所以当伊若知影讲，原来这个是一个见效痛苦刑罚的记号，安尼我无要带。总是对耶稣来讲，伊对死亡赢过迄个关系，所以这个真做咱稳定的记号。所以咱仰望十字架，总是毋是甲十字架甲当作偶像伫遐来拜啊？兄弟姊妹，教会若无采十字架，会使买？会使买？真的吗？真的我讲十字架是要放伫咱的心内，是要提醒咱。耶稣为着咱来付出代价，上帝杨过除去世间人的罪，所以十字架真做荣耀的记号，真做毋忘拯救的记号。所以这个，互咱知影讲，耶稣为着咱做付出代价，是要提醒咱，伊听咱。
第二，咱看讲，伊嘛在提醒讲，互即个恩典、即个救赎会通代代伫遐来相传。这约翰福音15章的第5节，伊伫头前讲啥？恁若无结果子啊，就安怎？甲加掉哦，剪除哦，最后打义兄会好尔。总是第5节讲啥？咱做来读来。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点伫伊个，就结做果子最多。因为甲我三字，恁就袂做啥物。耶稣咧讲恁哦，甲我连结哦，恁就会通凡事会通伫遮有快乐。恁若离开我，恁就拢无法度做啥物。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看讲哦，有真侪咱无法度去面对哦。咱的性命是免怎伫遮来分享出来哦。最近咱看有一个真红的即个查某囡仔吼，16岁，20岁啊，20岁啦吼，叫做林威嘛吼，林威。我想伫咱的群组内底，拢有接到一寡即个影片啦吼。结果咱看讲，原来伊的老爸伊的爸母是虔诚的基督徒，阁有上过真情部落格吼。伫个背后的生命故事内底，伊的阿嬷，伊的阿公阿嬷吼，阿嬷是阿公的小三安怎？男士甲破吼。烧水后来怎死啦吼？后来伊阿公嘛是互小三讲死害死安尼啦吼。总是恁拢比我较清楚吼。这伫群组恁拢有通搜寻吼。我看这个查某囡仔吼，有上帝互伊的智慧啦吼，甲勇敢吼。伫遮虽然伊较早有迄个卵巢癌啦吼，迄肿瘤吼，总是伊，你看伊有迄款的一个。信仰的气力会通伫遮面对即款的苦难，然后即回你要看伊的表现，伊用真温柔的方式伫遮来反击谭德赛对台湾的即个指控安尼吼。我想伫咱的生命内底，耶稣讲恁若甲我连结吼，恁就会通有智慧来做遮个代志吼。即个林伟老爸后来伊选择啥？赦免饶恕，这下面的一个困难是对耶稣来吼，所以咱若有机会通去看这个伫 FB 也有啦吼，伫咱的赖群组大概拢有连结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为这个所带来互咱的困难帮助咱，互咱对未来才有即款的望。所以拄仔圣经也是讲拄仔的诗歌，拢咧讲起。咱对未来是有一个望，因为耶稣伊对坟墓过去，然后赢过死亡的关系。今日咱检测面对伫讲要来迄个死亡，咱嘛无惊遐。亲像有报道一个新妇75岁吼，伊将即个呼吸的即个器具让互啥？让互遐少年的吼，因为伊心中已经有即款的把握吼，所以有即个对永远。即个毋望，因为耶稣为着咱来付出即个代价吼，所以咱要安怎伫遮来认捌耶稣对人的心意啊？刚才咱是毋是亲像多马讲，迄若无我亲目看到、亲手摸到，我无要相信。有人也想讲，这2000多年前的代志，甲我即马有啥物款的牵连？圣歌都咧唱，都咧唱咧，我听落咧听，总是我的心信不信，我有要相信无？都歌袂歹听啦，总是恁唱恁的，我信我的啦，咱来看一段影片，发生伫现代的即个世代的真实的代志即个典尼牧师伊伫车的中间伊死亡。And I hit my chest on the steering. And I remembered I was vomiting blood. Blood was coming out of my nose. Before I could come, they have already put my husband inside the gasket, and I was with my first son, Victor. So when we reached, I hid the child
be somewhere so that he will not see the father because he has been questioning me. I felt that the anointing will be so high here, that the anointing will resurrect my husband. That was what I felt before coming down. Then within the meeting, Bonke finished. She prayed for people. After praying for the people, I took him to the office. Somebody rushed in and said, "He's now breathing, that he's breathing, he's breathing." Now he has started breathing bit by bit, that we should pray. So I and my pastor friend, Pastor Luke Ibekwe, we started praying. To the people throng, suddenly we saw people coming in from the outside. It seemed that the news went in and people started coming in. As people were coming in there, they saw the same man sitting down. So while I was shouting, asking him for help, he said that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go back. He mentioned this, that the request of the rich man in hell had been granted to this generation. I didn't understand it. It was now that I woke up, I read the Bible, I realized that the request was, the rich man was requesting that a dead man should be sent back to the world. So he just said that the request of the rich man had been granted to this generation for the last warning. He said to me that he's giving me opportunity to go back for the last warning to this generation. 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咧讲到这段圣经吼，路加福音16章财主甲列撒罗的代志吼。伊拄仔咧讲，伊就是讲天使咧应允伊的恳求。伫这段圣经就是财主甲列撒罗。财主伫世上过了真好，列撒罗做去食。 哦，捡这伊倒骹的这物件吼，总是两个当时死亡的时阵，列撒罗去天堂，总是这个财主去地狱，伫遐受到这个深烟的火，伫遐烧足艰苦的啦。就甲这阿伯来讲，我的主无拜托你运一下水吼，我凉喙子吼，好小我凉者，安尼好毋好？阿伯来讲无法度啦吼，无你。 派人去阮厝哦，阮还阁有5个兄弟吼，去甲因讲啦，讲真正诶啦吼，所以爱相信上帝安尼吼，别人讲啥？讲已经有摩西甲遮个律法吼，伫因中间甲因讲吼，要信毋信犹在你啦，对不对？所以伫遮拄仔咱有看讲透过即个即个牧师伊伫死亡诶中间告我，伊讲照即个回应伫遮伊倒转来。 佮对人伫遮来做见证，因为耶稣拯救伊，互伊有即款的活命。今仔日信无信是由咱，所以拄仔伊经文甲咱讲啥？第一个信不信由你，你有要相信，信你来受洗就会通得到拯救。这叫做信仰上的超前部署啦，超前你若来安排对无？你。 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洗礼归为耶稣基督的名，兄弟姊妹，对死亡来临的时阵，你惊吓吗？你当然你有把握，你袂去惊吓。总是第二讲，若无信的呢，罪已经受定啊啦。所以耶稣为着咱来付出代价，是咧等待你家己的自由意志伫遮来决定。所以耶稣伫遮讲，恁着去。 来普天会知影即个福气啊！所以耶稣的救赎，甲你我有啥物款的关系，是由你来决定。你袂也所以咱2个月拢有一遍的洗礼，就是互人伫遐自由意志来决定。有人讲我较慢的，我较等的啦，我讲等当时，有较有用的时阵，啥物时阵较有用？兄弟姊妹，倒伫遐较有用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对即个耶稣的救赎，我有啥物款的回应？即学生因对耶稣的回应是啥？领受即个册遣。所以耶稣对因来讲，恁要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用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我就要甲恁三个同在，直到世间的啥落尾。这是头一个地方，我是毋是会通伫遮回应即个救赎？我会通真做一个受册遣的无？所以咱最近伫训练即个属灵家长，
做兄弟姊妹有受训练过，总是训练了，你有行无？你有去设定对象？你有去设定即个你的亲情朋友未信的？你有替祈祷无？你有甲伊建立好的关系无？透过小组各种关怀活动、关怀即个行动，伫遐来帮助伊，会通认捌即个真理。所以咱中央透过这关怀，有人因为安尼伫遮来信主。第二，就是讲耶稣在呼召你的心，伊一定互你有教义、气力甲权柄。咱来读这段来。信的人要有这个信业对因，就是服从我的名赶鬼，讲新的腔口。伫遮的意思就是讲，耶稣吩咐因，教因伫遮有这个大使命。伫马太因28章19、19、20讲这个大使命嘛，去来传福音。第二就是讲，我找恁去的时阵，我互恁有教义、气力、权柄。恁为着人祈祷的时阵，伫地面上捆绑，伫天顶也要安怎？要捆绑。伫地面上绑的，伫天顶也要伫遮来偷绑。所以，互咱知影讲，耶稣要叫咱传福音，毋是讲你去啊，出赛你啊，无拢无管你，伊会教咱安怎伫遮来祈祷。所以最近咱咧读取用神的话来祷告，对无？迄本册诚做咱即摆拜三祈祷会一个咧操练、咧学习的哦。所以你有去甲领受无？你有去学习无？你若安尼操练好势，拄着这困难代志时，也是讲你要为着人祈祷的时，你要知影安怎伫遮为着人祈祷，有气力的祈祷。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好，我找你去，你领受这呼召，教会就是啥？教会就是使徒性的教会，使徒性就是受差遣、受差派。到伫人的中间，伫遮来分享，所以耶稣就叫因来，叫这学生来，互因有医病赶鬼的即款的权柄嘛。所以因出去，真正呢，真正呢。所以咱有拄好看见迄个非洲的典尼牧师，伊因为透过这布永康牧师伫布道会中间，大家为着伊祈祷，咱看见信仰技术就伫遮来彰显。所以彰显这信仰技术有一个目的，毋是要高估咱家己，是要证明咱所传的真理，敢毋是嘛？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拄啊，咱看这段经文，咱做下读来，主耶稣甲因讲说，就得到接纳上天，坐伫上帝的大屏，学生出去。逐所在宣传，主甲因做工，用对因的生业证明这个道理。阿门。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这个生业技术，毋是要互人看毋是安尼尔，是要互人知影讲真理，互人相信真理。较要紧，背后真要紧的就是啥？接受耶稣，成做性命救主，相信耶稣是国外主，因为死亡的关系，无法度禁伊，无法度束缚伊，所以咱信靠耶稣，才有这个真要紧的未来嘛。所以为着未来要准备，就是爱安怎洗礼归入主耶稣的名。所以兄弟姊妹，咱恳求上帝的帮助，咱互咱会当对这个信心伫遮来回应耶稣真正国我。所以，当咱咧洗礼时阵，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是我唯一的救主。无一个救主会当为着咱付上这个代价，亲像祭牲同款，为着咱来付上代价。第二，咱的确信的中间是要有行动的回应。今日咱国我的这节庆伫遮，就是要甲人讲，耶稣真正国我。拄啊一个咱姊妹甲我讲哦，牧师今仔日分这两是啥物意思？因为拄啊洗礼无偌久嘛讲感谢主，这就是咧庆祝耶稣国我。这复活诞国我的两就是代表一个新的生命啦。耶稣来，互咱有一个新的生命啦。所以互咱讲，我来回应耶稣的国我。所以耶稣讲，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兄弟姊妹，恳求咱圣神上帝来感动咱，透过诗歌也好，感动咱的心；透过你实际行动，伫遮来邀请人来听福音，互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咱要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回应主的救赎。
请起立。咱拍拍中央，归予咱的主，咱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你有过我，阮有永远的毋忘。主耶稣，你有过我，互阮会通靠着你所赢过死亡关系困难，面对阮的明仔日，面对这个艰难的疫情，面对阮人生的苦难。主圣神，求你帮咱感动我的心，知影耶稣基督过我是真的，互我会通透过真理，搁较学习明白，主你的真理要叫阮的心会通得到自由，甲看见永远未来毋忘。愿主来帮助阮，也会通真做是一个。接受呼召，领受权柄，到伫阮亲人、阮所接触的人中间，成做你福音的出口、福音的管道。毋是干那阮领受恩典福气，也要成做你施恩赐福，互万百姓一个足要紧的管道甲器皿。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的你，做你路引导之时，心经你的我路，为眼光万里孤。
起立。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你是生命的主，天顶地下拢未充满着主你的荣耀。你赢过死亡权势，你阁互阮甲你的得胜有份。主，你的死是为着阮的罪过，你的国话要互阮对你来称义，互阮通罪来死，也通为义对义来活。阮即马换着，毋是家己，乃是主，你伫阮的内面换着。哈利路亚！主，这时，阮甘心乐意将阮所献摆入伫主你的面前，来成做圣工的路用，恳求主欢喜接纳，祝福所有的事工。阮搁一摆伫主你的面前虔诚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声要来请坐，欢迎咱头一遍伫遮做伙来敬拜兄姐。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今仔是主国我的日子，咱庆祝耶稣基督国我赢过死亡的关系，也透过这赞美礼拜，咱来学习咱的主的权能。也会后有分即个个外卵吼，个外卵，你摕你嘛会通分享互你的厝边吼，会通分享讲耶稣跟我赢过死亡关系，互咱对明仔日对未来就有盼望。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对4月初5开始的主日就分流伫遮的方式。所以咱伫椅仔顶面吼有即个红点吼，就是遵照政府的规定，伫一个空间超过100个，咱就会分到伫其他的楼层伫遐来做礼拜吼。所以咱会当符合政府的规定吼，尽量挂喙暗，因为我伫遮离恁较远吼，了后我嘛会挂吼牧师下骹有搁有一个较特别的服务吼，恁的口罩若要消毒吼，我有用一个口罩机伫遐大概2面1分钟就好，会当同时放2个落去消毒吼。这消毒了，哪像迄紫外线甲你消毒安尼吼。所以这是今仔日开始特别的服务安尼吼，免收费啦吼。5月初3咱有这第3次的圣礼典。要受洗兄弟伫4月19前，着后礼拜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属灵的家长继续伫下晡也有进行，一直到5月初3。咱后要补课的也是复习吼，咱会通早你家己的课本。基要真理，咱嘛用到伫4月19，咱开始上课请咱注意，然后报名上课的，请咱按时间去上课吼。咱因为即个期间减少侪人，即马兄弟姊妹你伫空中咧观看吼，咱现场当然咱有即个奉献，伫空中吼，咱的线上若有伫观看吼，咱嘛会通为着即教会伫遮来奉献。咱透过伫第7页，咱后壁吼有遮个透过信用卡，像牧师若11奉献，拢固定若10月初到就自动刷卡，我就会接到简讯，你已经有奉献1/10，即迄个啥约定奉献啊，11奉献安尼吼。下一张后壁遮，咱
有透过会当转账吼，所以咱有邮局、有网络银行的这信用卡，也是讲转账的方式吼。你也通透过 ATM 未来，我想财务部这嘛当用咱后来有用连接来配等等这，咱拢咧研究吼。有咱会通伫遮会当回应上帝恩典吼，所以请咱为着这关心甲代祷安尼吼。因为全球拢受影响啦吼，当然咱知影讲会通得到上帝供应，就是你回应上帝恩典吼，所以上帝恩典是教育咱吼。青年有一个生命赢家，生命即个要做赢的人吼，即个影片，即个是连续教会真好的一寡即个影片，会当帮助。无论是青年吼，咱有兴趣，咱拢会通伫遮做伫遐看吼。遮影片拢真好咧，起造咱对信仰，也是讲咱对一寡遮财物有真好的一个训练安尼。所以咱青年牧区有推即个生命赢家即礼拜是剖析世代密码吼，然后伫遐分析即个世代无共款的即个密码伫遮咱会通面对。即个世代毋是互人淘汰，会当徛伫即个头前安尼吼。好，这是咱一寡遮个消息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做来读金句来读两遍。做人因听其伊话，搁互玛利亚看见，竟然毋信。马可福音16章11搁一遍，因听其伊话，搁互玛利亚看见。竟然毋信，马可福音16章11节。咱做伙来吟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吟诗煞要请游牧师来祝祷，请起立。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做我的主，万有原本，一定先在天的万民，永远有路白行诚实。当心祈祷，领受上帝说：但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赢过死无关系的困难来充满恁。愿天父上帝，你用你慈爱的手来保护看顾阮出入，拢得到平安，无受到瘟疫的影响。也愿主圣神来感动阮的心，面对这世代困境。愿对主有信心，我靠关灵，会通期待未来，也会通分享你的福气，互亲人朋友同得福音的好处，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请坐。
咱在咧办到遮，愿上帝祝福咱有平安有喜乐互相来彼此祝福。咱袂记楼骹有这喙暗的消毒的服务吼。不是你讲吗？